台湾伫1997年爆发口蹄疫，市地产业是经过23年的打拼转型，伫2010年总算脱离疫区。若传统猪只嘛，伫2006年开始就无搁再出现啊。东亚敢若日本甲台湾无非洲猪只疫情，不过即阵要过年啊，民众会送礼，可能会违法进口肉品。农业部表示会提升边境的检疫措施。 为中国入境的旅客行李当中的这条延长，18号农业部验出新基因重组的非洲猪只病毒，传播能力、致病能力拢较强。我今年这民众会送礼，就惊民众为国外早猪肉品入来，会提高非洲猪只的风险。农业部强调，政府会加强边境的风险。非洲猪瘟最重要的就是在边境拦检，我们也会增加我们的抽检率。好，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、年节的时候，好，我想从现在开始，这些圣诞节就有一些人回来，还有我们新的过历年，那接下来的农历年，我想这段时间我们会启动一些加强防检的一个专案。亚洲流行的非洲猪只疫情，目前东亚从日本甲台湾有收复掉。台湾自2020年开始，也消灭包括市地产业损失1700亿的口蹄疫。捌伫台湾存在60年的传统猪只，自2006年以后也无搁再出现。地龙讲，中央的百亿市地产业转型基金是关键。互咱的设备会使含国际接轨，啊无咱养猪的成绩伫全世界来讲，咱的成绩算做歹，因为咱拢传统式的。109年6月，终于获得世界动物组织的一个认定，我们是非疫区。这个期间经过了23年半。农业部表示，今年9月已经有台湾的青猪肉成功销到菲律宾，这是台湾胃口蹄疫区除名了后的第一个成功案例。现在是国内也陆续有猪走，继续向日本、新加坡等国家继续增加外销量。记者龚庭水台北报道。